农历新年将近，许多人也很想知道如何为自己的财富加分。根据银行大数据分析，去2018年双鱼座是存款王，而实际派的金牛座基金投资获利称霸12星座。面对2019年，星座专家唐启阳也解析各星座2019年整体运势，其中火象星座财运旺，风象星座整年财运会来自于合作伙伴，水象星座今年应靠实力赚钱。而土象星座今年则较无偏财运，应多找机会并投资自己。台新银行客群经营处副总经理史小平表示，根据台新银行大数据的分析，去年除了双鱼座是存款王，金牛座基金投资获利称霸12星座外，重视平衡的天秤座理财很多元，其中39岁以下的青壮年世代积极透过布局保险、基金、定存等产品来分散风险。此外，具爱家形象的巨蟹座在购屋置产最积极，特别是青壮年巨蟹座购屋人数最多。至于农历新年将近，各星座民众如何在新的一年为自己财富加分？史小平建议，若是想要稳健理财，可将部分资金投入保本且固定配息的定存，发挥钱滚钱的力量，尤其善用银行定存优利专案，像是台新银行最高阶年息可达 1.88%， 外币优利定存专案美元6个月期专案平均利率 3.5%， 人民币6个月专案平均利率 3.75%， 澳币1个月 3.88%。除了优惠的利率外，还可预约减降本金，在遇到临时资金需求时，不用像传统定存必须解约至利息受到打折，资金运用更具灵活性。